诈骗集团愈来愈干巧，即阵竟然是出现连环诈骗的出头。来看有诈骗集团假做亲人，甲民众骗钱，过无几工搁卡来假做银行的行员，讲民众的口罩去互诈骗集团利用，叫民众当场卡165的反诈骗专线。想袂到接电话警察嘛是诈骗集团假的，害即个民众拢总共骗超过2000万。接电话接袂离，165反诈骗的电话伫第一线把关，替民众分析敢是落入诈骗的陷阱。查到掠诈骗重要的单位，即马算查做不法集团计中价的一部分。接到诈骗集团假冒成银行专员打来的电话，说你的账户涉及了诈骗，那请你在通话中直接拨打165，反而遭诈骗集团转接到他们的同伙假扮成的假检警那边，假检警在向他宣称说我们侦办过程中需要扣押财产或者是监管账户之类的。被骗去的这个查某人，因为相信诈骗的电话，把钱借予假的亲戚朋友。诈欺的干部过无几工，又搁假做是银行的行员，恐吓这个受害者，讲伊的口罩去互警示，要求通电话过程都唔通挂断，直接输入165，转互警方来处理。规关诈骗的手路，落尾手2000万去互这个诈骗集团怎摕过手？上阵时机，甲窗仔门拍破，掠这个车手。诈骗的手路是百款。另外，警方阁查到一件假投资诈欺的案件，不过煞伫掠歹徒的行动当中，脚甲手无细致受伤。我们就阻止他那个啦，继续打档之类的，然后把钥匙抽开。一开始就是一样加入赖，我想说我就是多学一点知识嘛。那他说，其实老师的专长是在黄金。做工课拍拼规世人，退休了后真介意学习。这个哄骗姓李的负责人，伊一个无注意就去互骗大耳，差一点伊欠的钱都拢了去。即马假投资、假警察，甚至是连165，都变作是骗人的步数。国内诈骗犯罪情形，也是真严重。记者综合报道。